今天呢，就是要把我们学院的教学的内容、教学的理念和大家做一个沟通。因为办学呢要靠两个，一个有校址，再一个还有教学的内容啊。教学的内容呢，因为我们以前呢好多同学反映的内容比较多，归纳不起来。通过这一段时间呢，邓老师呢做了大量的工作啊，把我们学院的这些教学的一些理念呢，他根据他自己的理解，都把它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啊，就把我们太极武学、太极完人这个学堂，包括我们气功整个的内容把它融在一起。这样呢，以后我们在外边呢教学呢也方便，再给人宣传呢也很有这个眉目了啊。因为学习呢就慢慢的就是由繁到简，慢慢的就简明了啊。所以从学院呢，正好呢也是我们改革的第二个阶段啊。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课程的设计，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校址和我们一些教学的一些新的内容，好吧？下面就由邓老師呢給大家講我們學院的一些教學的理念。嗰日多次上武當山，就聽聞武當山好多嘢學啊嘛，咁啊上去學各種功法，有咩五行拳啊、玄武拳啊、什麼伏虎拳啊，好多。學咗一男子嘅嘢，都知咧唔覺意做咗道士添。咁咧就，但係即係俾我感覺咧，就係話同我以前做嗰啲激烈運動啊，好似差唔多。咁唔知佢哋係冇內涵啊，定係佢哋收埋啲內涵，即係冇咁快俾你。所以咧就即係都學唔到啲乜嘢真正嘅嘢。咁於是乎咧，我就轉咗一個學習嘅形式。咁啊揀咗兩樣我以前唔信同埋唔係好認同嘅嘢去嘗試。就係練氣功，以前我唔信氣功，人哋講氣功我就巴咬頸，咁由唔信咧就慢慢咧就開始適應，咁啊同時咧做多一樣就係定時，咁啊令到我身體咧就慢慢恢復起嚟。大家見到我而家都冇乜嘢啊，我已經過咗60㗎啦。我由唔相信去到相信，愛上沉迷，咁啊去年咧就更加咧因緣際會就認識到楊老師，就跟佢開始學習太極武學、智能氣功。咁其實咧喺6年前咧，我已經有機會同你哋結緣㗎。當時有位朋友咧就介紹我去聽你哋星期6嗰個八卦走轉，即係免費講座。咁但係因為我住得遠啊，同時我覺得都係差唔多嘢啦，我冇去到。咁啊反為咧介紹咗一啲朋友嚟咗，咁啊好似 Vicky 啊，咁可能就係因為我嗰次介紹啲朋友帶咗佢嚟，咁就知 Vicky 啊有啲學推手推得好。咁啊入咗呢個學院之後咧，初頭咧我都俾嗰啲功法嘅名啊，什麼武學啊，什麼猿人啊等等嘅東西咧，搞到好亂啊！咁啊呢幾個月咧，我就接觸得老師多，咁啊同佢去不同嘅地方咧，就搞呢個簡介會。咁咧就老師就 send 咗好多關於課程嘅資料俾我。咁我搞咗1輪之後咧，我又覺得原來唔係好亂嘅啫喎，係好清晰嘅喎。咁所以今日咧就想將我嘅感覺咧，就拎出嚟同大家分享。跟住講下氣功。以氣同太極拳嘅關係，太極拳又點同太極武學比較咧？猿人學係咩咧？太極嘅學説喺嗰陣時咧，就以陰陽兩儀四象五行八卦為模式，風靡咗人文醫學、天文地理、音樂等等嘅學者，所有學者咧。無論喺氣學、心學、單學、理學、醫學等等咧，均以核心同埋高級嘅內容命名為太極。咁嗰陣時咧，太極係講緊文化，太極文化喺嗰個時期就係最為盛行。跟住往後咧就出現咗呢3個好重要嘅人，咁咧令到太極就演變
由文化演變到為我哋現時大部分人心目中嘅太極拳。張三豐祖師咧就將武學、醫學、丹學、儒學、佛學、道學融於一體，創立咗蘊含太極陰陽五行八卦嘅13世武術。當時係叫13世，就唔係叫太極。跟住落嚟，黃宗岳祖師咧就著咗《太極拳論》，就令到呢套13世拳依太極嘅理、太極嘅名，確立為太極拳。楊露禪喺京城打遍天下無敵手，叫楊無敵，令到太極拳呢個名咧從此就名揚天下啦。太極文化就演變為太極武術嘅過程，就大致係咁樣。好啦，猿人學堂係咩咧？學院咧就以推廣唐明老師嘅人的科學同埋廣義嘅太極文化同埋修行。點解講廣義咧？坊間講太極拳，可能佢都唔知係乜。咁而我哋嘅太極咧，我哋學院講嘅太極咧，就係由剛才我哋講太極文化開始嘅。我哋以太極武學、太極氣功、太極醫道同埋氣功為載體，因為你光講武學而冇一樣實物，又係講唔清楚。所以如是太極拳就係我哋嘅載體，武學嘅載體。氣功我哋唔知啦，氣功為載體。目的咧就係令到練習嘅人達到由一個病人變成一個健康嘅人，再變成一個強壯嘅人、超常嘅人，最後達到一個猿人嘅境界。講體能。不斷提升佢嘅精氣神境界，達到完美，成為一個身元、氣元、神元嘅人。完美身心之後，有完備智能之後，或者有啲人獲得超常智能之後，去做福人。呢個就係學院建立猿人學堂嘅理念，係令到大家身元、氣元、神元。好啦，有六個字要記住嘅：武術、武功、武道、身元、氣元、神元。好啦，我哋用一種叫功能嘅代入法去理解下學院嘅課程。咁多嘢，究竟喺度搞緊乜？先從氣功講，氣功我哋係沿住智能氣功嘅。咁啊，太極都係氣，所以我哋又稱為佢太極氣功。咁我哋學院嘅功法咧，就有拱氣灌頂啦、三生並站樁啦、練外運元，跟住係進入練內運元嘅形神運元啦、形神樁加長經導引，再進入撞真運元、五元樁、中脈運元、中線運元、運化運元。最近老師又帶咗一個菱角調息法俾我哋，呢一紮嘢都係練氣功嘅。氣功練乜嘢啊？係練氣嘅運化。練氣為咗咩啊？係會強身健體。喺練氣嘅同時，我哋係練咗我哋嘅語言體，練咗我哋嘅神，啱唔啱？好啦，個結果啊，我哋練咗啲咩咧？練氣嘅運化就係練緊武功，因為佢練緊氣。剛才講武術、武功、武道，係咪啊？練氣就係練武功，又係都練我哋嘅氣嘅圓滿。強身健體就係練到我哋身體強壯，所以我哋係練緊身元。練意識就練緊我哋個神。
練神咧，亦都係武學裏邊嘅武道，啱唔啱？好啦，大家記住練氣功咧就有我哋剛才講過6樣嘢，係有5樣嘢喺度。跟住太極呢度個課程有啲咩咧？內容主要就開三關、通百會，令到人天運化。課程暫時我哋有太極意氣功加外氣治病法，太極形神裝加治愈療法。咁依度又喺度搞緊乜嘢咧？依度都係教人練氣，因為依度咧亦都係源自智能氣功。智能氣功嘅範疇，因為好多之前都講過，智能氣功係一套最有系統、最有層次嘅氣功功法。佢係練氣，練氣又係令到你身體強壯；練神之後去幫人治病，又係啲咩嚟嘅咧？又係練緊你個身元、氣元、神，又係練緊你個武功同武道。好啦，我哋總結嚟講就話練氣功同練醫道咧，都係達到咗6樣嘢嘅其中2樣嘢。辟谷，我哋嘅辟谷集合咗道家同埋氣功辟谷所長，有菱角辟谷法、龍虎演氣辟谷法。辟谷可以排毒，令到身體產生自愈能力，強身。辟谷期間，老師會灌氣，教人哋吞氣、練氣。辟谷可以修練你嘅性情，練你嘅棱角，練你嘅感知。又係乜嘢咧？強身健體就係練你嘅身。令你嘅身體更加強壯，更加元氣。第2行係練氣，練氣又係代表你練緊武功，練神練道，亦都係練緊5樣嘢。好啦，最終我哋講翻個如是太極拳。如是太極拳經過改組之後咧，有武拳，武拳裏邊包括龐老師嘅4手。1路即將推出嘅有2路，拳架裏邊嘅設計已經包含咗依度，針對咗經脈臟腑去進行設計。喺習練嘅過程裏邊咧，亦都加咗12氣嘅練法，例如武拳裏邊，我哋除咗動作之外咧，我哋有練氣嘅13勢、採陽佔陰、中字訣等等。咁呢啲又係乜咧？拳架係一種武術，醫道裏邊包含咗5樣嘢，神意氣裏邊亦都包含咗氣係武功，神係武道。咁即係話太極拳裏邊已經有齊嗰6樣嘢，有多啦，係嘛？好，下邊嗰行記得收埋佢啲。嗱，智能氣功就等於元人，身元、氣元、神元，加武功武道。太極呢度一樣，辟谷亦都一樣。如是太極拳咧，就已經係元人加武學啦。如是太極拳就等於太極武學元人課程。大家學如是太極拳咧，就已經滿足晒太極武學元人學課程裏邊所需要學嘅嘢。如果如是太極拳再加練埋氣功或者醫道或者辟谷咧，就會出現第3行，更加勁、更勁、超級勁。
因為佢哋係將你武功加強咗，將你個神加強咗，成為咧就更完美。咁所以大家見到呢個咁多名咧，唔使驚，其實大家都係做緊一樣嘢嘅啫。學院嘅課程有咩優點咧？同坊間嗱個定位好高玩，超凡脫俗，同坊間不一樣，係以宏觀太極混元整體為理論，個目標非常之遠大完美，提供武學同埋元人各方面嘅持續修行，目的係令到大家唔單止係練武術，係練緊整套武學。同埋一個令到人完美、身氣神完美嘅課程。各類嘅功法都好有層次，好有系統，理法並重，收效良好。各位亦都可以根據自己嘅需要同埋喜好。有啲人話：我唔中意做元人啦，唔中意做元人，你咪練身體啦，係嘛？即係你好似選擇性不同嘅層次去練，咁啊有武學、氣功、醫道、技工俾你去揀。仲有咧，我哋學院有太極文化基金會，參加呢個活動咧，亦都可以為善，可以正面影響社會，助人如己。呢啲咧就係通通就係學院課程嘅優點。好多東西。